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大家来研究客家四言百话语文的研究第20，每写描述篇文章。今日嘅主题係小和尚講漢語牌唔甘咩？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，第12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。大家都會記得講啊，不同族群、不同地方所講出來嘅話與語文啊，都是有不同嘅素材，所以也使用客家白話文嘅時間，要相當注意考慮到一點安尼吼。好咧，我哋來講一個今日嘅主題，小和尚講漢語牌唔甘咩？做乜嘅語言唔甘咩啦？吼，咱講頭擺金山寺嘅三宗啊，名聲傳遍滿天下喎。出家中談到金山寺嘅三宗，必天下批嘅尊敬及崇拜。讓嘅金山寺嘅三宗為本人按稱讚、按誇獎咯。原來係金山寺嘅三宗開始脫離，往往以動作、用書比喻方式來做表示，並冇立文、寫詩、口語等等來做一個表示啊，係一個高度嘅境界。談講有一日，金山寺嘅住持和尚有事下山去辦事情，這時間有一個徒弟可以講得非常嘅搞怪，非常嘅搞怪。伊平常時間都係服侍一個老師傅啊，服侍老師傅。一個和尚，老師傅和尚嘅一切嘅日常生活。在服侍嘅中間，看到眾信徒對老和尚嘅身份地位同待遇等等都係相當高貴、相當好，所以一位小和尚嘅心度裡敬上敬免。老師傅對眾信徒開始嘅講道理時，常常用動作簡簡單單比劃嘅兩三下話，就有按道有按好嘅禮儀有答，有按大嘅風包好啦。從呢種方式咯，眼目濕濕嘅也會見本人老師傅下山去嘅，兩下眼毛嚟。此一拜嘅上課那時，乃做得啦，冇做佢打算，所以伊就將師傅嘅袈裟拿嚟作假好勢，做話在師傅三潭呢發錯行。有搭將腳盤錯啊，穩，同師傅嘅樣式完全係一樣嘅，在個錯上，當伊點點錯位一下嘅，好似唔是隨時就有一位出家眾，行嘅幾啊人專程我來向師傅請法修行等等嘅問題，嗰才兩位行腳苦修專程來嘅出家眾，在過去伊都係抵得金山寺嘅三宗係一定得到佛教界嘅崇敬，所以伊就急先行到佛堂大殿拜佛禮以後，轉身就堅持
来到三堂，相爱向老和尚当理请法。但是当伊入到三堂，仰头一看，看到法座上的师傅，才一时感觉到奇怪。老和尚20年前，伊都是拜见过。掠下一看，两位变啊按后生，还没有修行，得到乜嘅托过还没？那还冇，加两位有返老还童的境界咯。哦，也都厉害哦，厉害哦！也就发是本后生师傅谈的以后，就老实同两位出家众回答讲：，俺唔系初次师傅。初次师傅啊，日头唔清楚就下山去办事诶。两位出家众听到两句话时，心肚里撒冷血了一般，唔知怎样嘅过好。这时间出家众又想到，俺那系安尼手来做。俩就唔错嘅哦，你宝山不得空树转啊，所以伊就眼能牙齿，同时又想到，有创业先生，冇错，有创业学生，冇创业先生嘅道理，所以就开采后生和尚嘅头前。规规矩矩当礼参拜。这时间，西和尚坐我在师傅的法座上，眼珠一来一看，根本也是有样做的许多那种按风光的礼拜太严，心肚里唔知系也松爽的，暗中有。想到可能又会有问题的风暴可能，那个时间，西和尚的所做所报下的派头，也是一直出抗议了。两位出家众也是规规矩矩当有礼貌，开口向后生师傅强势事业问题。后生师傅也是随口啱头应可提个问题，出家众就问：乜嘅喊到佛教嘅佛啦？西和尚嘅听嘅一句话以后，虽然伊唔晓答复，但是伊嘅办事作家熟点。常常将头面向左偏，又向右偏，看那师傅归来也嘛。两个时间，本出家众看到，常常用头呢，一下向右偏，一下为向左偏，并冇讲半句话。出家众心肚里就悟出数字功。陈算夸奖讲，师傅一定会，一定变，厉害厉害。同时讲，安尼爱啲嘅，爱啲嘅，阿弥陀佛，安尼提个问题都解决咗。第二个呢，接人嚟要问，第二个问题，乜嘅喊多法呢啲法吧？西和尚嘅谈到两个问题。又系乃唔好，在呢个无奈思考嘅中间，头脑一下位，我起来看蛋糕，一下位，前下来看大厦，来来回回几下拜，但系一下位，出家众心肚里有
5阶到2个土里，见秘书之公答陈述讲：认真有教，认真3万的话，3万的好。安尼爱弟啊，爱弟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安尼话。后来再讲第3个问题，沙瓦下去，沙瓦来又来问第3个问题，乜嘅喊到神啊，或神過神嘅神，一個人視頻過正嘅，乜叫神咯？也為和尚嘅。俩下是何為呢？頭前2個題目都係冇辦法嚟做答覆，伊也想唔到乜嘅答案，所以就將2類目做10方一來，點點嘅唔講話，也唔同時呢，一下嘅兩個時間。出家中有才嘅樸素，喊好有講啊，讚，有教，安尼愛弟嘅，阿彌陀佛，安尼話。呢位出家中連續5年佛法僧3寶以後，決定要問第4個問題，怎樣嘅來修行？菩薩陀羅，好，第4個就講怎樣嘅來修行菩薩陀羅。呢位小和尚嘅談到一個日子困難嘅問題，日子過欠，心火一時暗冚唔hết，兩手緊閉腳奇鬼，問伊何者為？冇再問呢，也是用2手緊閉腳而走，有本出家中一時全盤的了解，深修菩薩陀的要領，同時高興萬分高興，馬上開下行3個開拜禮，答緊對行禮台的道理。拿出滿禮嘅紅包，送書奉上本小和尚嘅，呢位出家中對小和尚嘅頭前，得到按圓滿實際脫離以後，全身一時鬆鬆起來，嘅下位也係日頭將會落山嘅，所以伊同小和尚嘅離別了以後，行禮台嘅一款就下山。當伊下到山腳下嘅時節，在兩個視線朦嘅中間，啱拄好有遇到一個老和尚，正經要上山。嘅時節，兩位出家中。過到兩位老和尚也係愛上山參訪聽法唄，所以伊就向兩位老和尚講：師兄，唔愛上山去嘅係嘛？老和尚講：係啊。出家中就同老和尚講：愛見不認。本來係參訪金山寺嘅老和尚，但係愛許多計則嘅老和尚拄好有事外出，愛過不離場，來拜問小和尚嘅有關佛法僧咩道理，唔點啊？呢位小和尚啊！一定白，一定歪。我每一個問題都係用一個動作來表現到清清楚楚，本來實在本來相當嘅謙卑。我每一默嘅喊到佛，伊就用頭拿
拗做有拗有来表示。佛的意思，推讲人有难辨，佛有东西之分，佛法妥同，法法本同。再讲物嘅很多法，二手看上看天有看地嘅表示。法門無分高低，佛教道理雖然有84000種法門，每一種法門都係做得修行成佛得道。再講係滿意物嘅很多神，而且冇做十八，不出一句話出來表示。出家中初三修煉最高嘅境界係入天，最了面滿意物嘅係菩薩修行嘅要領，而採用兩數金幣，一幣兩數金腳嘅樣式來表示。身為出家人，就愛向愛接引眾生，普度眾生。哇！金山寺嘅老友和尚都係一等病，那係唔愛去參訪，就愛唱進去，那係唔夾去，一定會關大門，咧，講係嚟到話以後，兩位就互相嘅拜別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到在頭道嘅場合之中，老和尚也冇表明身份，而都係金山寺嘅住持老和尚，所以在上山嘅路上見上，沒事都嚟嘅小和尚嘅，讓我有一種錯過呢，實在唔敢相信。但係看到出家中所講嘅一言一行，都係有樣有道理。老和尚行嘅，就跪到金山寺，對大門後一行入被世界，乃啲小和尚嘅沙盔也在大門邊，木子當木子跌嘅叫。緊講，師父啊，唔見本日去奈喏，讓按啱嘅能歸來喏。師父咋唔知就滿意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咯？萬人欺負唔係嘛？小和尚嚟講啊，師父。係呢輩我唔敢嘅啦，請師父原諒沙妖我，將事情一五一十，詳細有後悔嘅心情講俾師父聽。師父聽嘅也聽見過，真係有好強有好難。那論處罰初三事。唔專心用嘅上班搞本機，意思係講，那係愛管他人家，必先愛先管好自家。一個小和尚啊，經過嘅禮拜教訓，真係一敗得福，下一敗也係唔敢用，下一敗嘢啦，一個話語。好。再當請大家來看這個注解，天下就是全世界，天下就是物愛，三讓愛就怎麼樣，讓心啊，第四萬人就什麼人啊，陳說就是誇獎的意思啊，一個陳說來秦說。一樣嘅語地方語言嘅世界
就那个时候起，唔咩就是不是。第八，黑唔咩就是黑咩简略语。第九，搞怪就小聪明，相当的搞怪。第十，服侍就专心专业服务的意思。第11，尽善尽美就是一切的盘详。第12，强强用动作，对吧？只有用动作。13，蒙傻傻，就眼睛闭起来。第14，耐做的哪里可以啊？第15，大爽就浪费的意思。第16，好事唔是，也个就这么巧啊。国才就是何况。第18呢，也个就是加就反转用语，那么不的意思。ang 和 ang 注意顺便用语啊，顺便按过用哦，那么好啊。第23，沙就从加个顺转用语。第24，沙巴下就接着下去。25，夜斗就是做些啊，一来就眼睛偷看的意思。32，耐唔好就躲唔掉，解决不了。第33，倾下来，头低下来。34，咱们的好，非常好。35，沙就继续的意思，沙下去啊，继续下去。36，叫就赶走的意思。37，这个送进送这位送啊哈，条数盘加上两个送走也推走的意思。38，叫就哭，叫啊，人嘅叫同动物的叫冇相同啊哈，人的叫有出没者，动物的叫呢是口字旁嗰個字啊，叫一個意思冇相同。再講一個39，度服就服服帖帖。第40，下一拜就是下一次，有你两種寫法，1、2、3寫你同你都係你啊。41，哪啲一時沒有想到，哪啲42，點點咩就靜靜的。43，縮點靜悄悄。44，行啊行啊就走到最後啊，一個有一個句型咯啊，句型行啊行啊，看啊看啊，命話啊同啲一個面。45，勁叫勁講，一直哭一直講啊，一個有句型啊，見行見識，見看見行。第46，一行啊業，一乾乾淨淨，也就是有剛剛的意思啊，都好意思。第48，萬一就叫他。49，好勸，好勸又好難，哭笑不得的意思。50，給這個就是那個地方。51，爽看那事，嘗一嘗，品嘗一下，一個有一個句型咯，哈，動詞啊加看那事，一個就看一看，面看那事，看那事，識看那事，有一個一個句型 sentence。52，冇奈是好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所以以上一個見面同大家一個小和尚嘅講，下一拜唔敢嘅啦，一個一時一語所讀嘅呢，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。以上是望大家感謝你，再見。神夢按自西要中醫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